意大利的空军伫16个时阵在做表演的练习，其中有一架军机，那亲像是去弄着鸟啊，失去控制，就安尼摔落来。虽然飞行员有紧急逃生，不过却是害地面的一台车兵车，造成一家伙仔、一个囡仔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那伫巴西嘛有飞行机伫咧风雨当中降落，发生意外，飞行机顶的14个人是焦亡死亡。 参加演习的军机伫远的所在飞来，会人看做是一台军机 MB339，一直拢比别人较慢。大家开始向顶头飞时阵，伊煞一直偏向地面，伫飞机摔到涂骹进前几秒钟，驾驶大车逃生。 意大利空军为着要庆祝空军成立100周年，本来是定17由3色箭特技飞行队进行表演。16伫咧杜林郊区训练的时阵发生意外，敢若是去弄着鸟啊才会出代志。军机摔来的时阵，也造成地面一台车兵车。 车内一家伙仔，爸母烧烫伤，9岁后生重伤，5岁查某囝当场死亡。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伫社群媒体 X 发文，为这场意外向罹难者甲家属致哀，衷心的祈祷。当局国防部除了向家属致哀，也开始进行处理事故。意大利空军本来定17个活动也拢取消。另外来看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，有一台中型的飞机准备要降落伫咧离首府400公里远的巴塞罗斯机场时阵，飞机煞摔来，造成机场2位驾驶甲乘客总共14人全部死亡。巴塞罗斯是当地真有名的观光小镇，机顶的乘客拢是来自巴西各地游客。官方表示，飞机伫咧暴风雨的天气内面降落，敢若是路线错误造成意外。巴西航空事故调查甲预防中心已经开始调查飞机摔来原因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辑。